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晡日福喜來嘅節目。今日大家都紹介乜嘅咧？男人到呢個節目地度咧，紹介啱嘅作品嗬，唔係提一排。不過咧，今日要本大家一隻講起就冇強嘅作品，冇強嘅創作嘅理念嗬。呢啲條架非常嘅後生啊，做男人也1到2年嘅，佢係馬莎咧嘅啦分享，你見解裏邊佢是係呢個待業工作室嘅創辦人連偉提分享。大家好，我是連偉提，來自新竹香山。那今天來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用藍染來創作的一些歷程還有理念。歡迎，剛才說大家好，所以你昨天聽說今晡日有送節目，昨天還特別去問媽媽客家話怎麼說，對不對？對，可是也是蠻粗淺的問啊，就是平常沒有花時間去跟他討教，然後問了這麼簡單的。對，今晡日就是這個信上條架來送節目之前，我還問說，那平常怎麼樣去學習客語或是什麼？其實最重要是媽媽是一個退休的老師，平常有在教客語，對嗎？對，不過平常沒有跟他對話，但偶爾會聽一些客語的歌，的確是。對，我是覺得很有趣，就是你從來都沒有想過你會來到這邊送節目，然後還可以問媽媽，然後媽媽其實竟然有在教客語這樣子。對，所以我就說啊，這樣以後有什麼樣客語的問題，還可以真的打電話問媽媽這樣。對，所以是算是竹東新竹人還是竹東？曾經住過竹東竹南。我個人是住竹南啊，小時候。然後現在是在新竹香山，對吧？對，其實距離非常的近。那你有沒有發現，你現在在新竹香山兩家提鳳，就是你出去外面，如果走在路向慶交流的時候，大家真的都講客家話，而且是海陸腔。其實沒有沒有。至少我那一區，因為其實我那區也是離竹南就是鄰近的，它就是一個圈，還是會聽到比較多。我們講說，可以說是沒有聽到客家話，至少我那一區。可是新竹我知道講客語的比例非常高，這樣不行，我以後要努力的讓你這個談客話，然後講漢語這樣子。對，也許有人會講，只是他們那一區可能沒有這個那麼普遍而已。好，沒關係，我覺得今天算是第一步，對不對？好，而且昨天跟媽媽問客語怎麼說，也是第一步，這樣。好，今晡日呢度現場昨天看到很多你帶來的作品，比如說像這裡，對不對？很漂亮的藍，黑毛是黑，這個算是竹簾，對嘛？好，對，然後你看有很美的藍，然後那邊有一個很美的杯子，你改做當也有很美的，像是杯墊或者是這一塊，對不對？然後我這邊也是，然後你身上的衣服也是，這都是你的作品，對嗎？對，都是你的作品。然後你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因為你可以簡單分享一下你為什麼會做藍染，或者是你覺得藍染之於你是什麼？這是我今晡日看到大家在挑個特別想問的問題。你覺得藍染是什麼？這樣，就是現在這邊大部分看到我的作品，其實，我因為我以前是念設計的嘛，那其實工業設計，對，所以我在一些造型上面，我覺得就是我比較偏好一些比較精準或是比較乾淨的圖案或線條。對，那我接觸藍染到現在可能已經6、7年了。其實我對藍染的它的價值或它的美感，其實一直在改變。是，那其實對我來說，我現在你們看到這些作品，對我來說，它都只是一個載體，就是染到最後，其實會覺得說，圖案其實不是一個最重要的事情。對，那圖案對我來說只是一種識別的功能，那有包含，當然是有融入我自己喜歡的美感和圖案這樣子。對，那我自己覺得它最有價值的地方是在於它從植物那到摘下來做成染料，再放進染缸，然後最後發酵，你去染這件事情，是這整件事讓我覺得，這件事有趣有價值，所以我才會想去做它。對，所以不只是作品的本身，對，是你其實你喜歡它的，或者是你迷戀它的，是從植物然後到最後變成作品的這整個過程，對不對？對。好，因為什麼今天特別安永文你是很認為講，因為我們過去介紹很多藍染的作品，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理念，例如說大家會覺得它可能只是一個染色。對，或者是大家會覺得說，其實這樣的一個作品，它應該要落實到就是生活裡面很務實的使用，或者是大家會去追求，會去迷戀有不同的圖案。對，那但是因為老師這邊是特別去特別 mokyo，因為對你來講最重要的事情其實是
这个整个的过程，对不对？好，那你接触这个6年了，听说5、6年，听说你当时接触蓝染是因为你去在当替代役的时候是吗？对，就是在草屯，大家可能知道这个地方，那边有个机关嘛，就是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我念那么清楚，是因为我就是那边替代役，所以我们都要知道它全名怎么念。那我当初就是在那边服役嘛，那服役期间他会需要替代役去帮忙导览他们的馆舍，所以他们有非常多工地的工坊，例如竹编蓝染、漆艺啊，或是木雕，就绝大部分的工艺的材料在那边都有。那所以他会让我们平常去阅读这些资料，或是跟里面的老师互动，他可能会让你体验。那我是在这个情况下接触到蓝染。之前都没有。没有。真的哦。所以你去服那个替代役，对你的人生改变很大哎。对，其实是对啊。是不是？因为我刚刚有去服替代役，所以你们平常还要学习，然后还要做导览这样。对，然后也因此接触了蓝染。哎呦，什么？对。其实我也是知道说被分去那边，可以接触我才选的。因为其实很多人他想要在台北啊，哪里比较交通方便，但我是觉得那边蛮不错的，然后我就有分发到那边。那你在那边待多久？服役1年，但我后来快退伍的时候就觉得对蓝染有点兴趣，之后我就在那边上课。是。那有一幅作品就是，后来在那边上完课做了一幅就是99风的一幅。它是山对吗？对，它是一个山。那我会做那个其实原因是其实是很单纯，也是比较感性，就是因为那座山其实就是在我以前当替代后面的宿舍，每天都会看到的。所以你每天都会看到它。对，那其实我第一次看到它，会觉得有点震惊的原因，是因为我会觉得怎么有这个山？我觉得它很特别。可是它可能不属于百岳，或是我们常会出现在的大山。对，所以就没有人知道，就是至少我啊，所以我就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竟然，所以我很对于这样的存在，我是蛮怎么讲敬仰，或是觉得很尊敬的。那加上我在那边当替代1年之后，也有了感情，所以那时候上课最后要阐述一个作品，我就很直观的就觉得，一方面是可以练习那个技法，那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蜡染的作品，对，然后就做了这个作品。那其实它现在的跟我现在的风格其实不太一样，但我觉得以现在来说去看产生这个差异，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事情，蛮有趣，代表我对。所以看起来那个是你创作的一个起点，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好，然后后来就成立了工作室，因为你刚刚说在那边替代1年，然后你又留下来更久，然后最后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对吗？中间有去工作过啊，但是工作到可能半年左右，那时候新竹有一些朋友他们在办一个生活节活动，就是他们要自办一个活动，那里面希望有很多种体验的工作坊。那他知道因为我有去学过嘛，所以他就找我去说你要不要来带一个活动，就只是很单纯的这样子开始有一些契机。是，然后就成立工作室。对，一开始不是在新竹香山，一开始在新竹市的东门市场。对，因为那时候有一个青年创业的空间，他让年轻人申请，那我申请到，所以我就进驻在那边，大概可能1年半左右了。那后来因为那边空间比较小，所以我想要比较宽阔的工作空间，我就很自然的到处乱绕，那就在香山那边，也是我家附近找到一间老房子，然后我现在就在那边使用那边当工作室这样子。然后有喜欢吗？后来就是你决定回去，一直到现在越来越喜欢香山。我不敢说喜欢，因为我觉得我不是抱着说我是一个返乡的使命感去，我是很自然的，就是在那边生活工作。那讲起来我是喜欢的啦，對吧？也因为这样越来越认识自己，算是自己本来就应该要很熟悉的地方，可以这么说吗？可以是，因为我觉得有个很特别的角度是，以前我出我家的时候，我都是会往右边走，因为我家出门是一个 T 字路口。因为往右边就是往北，往新竹市区。那其实以前我往南的那一条路，我非常少走，以前是很不熟悉的。但到现在来说，现在右边那条我很少走。对，就是我觉得这个转变，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种体验。
其实想起来很有画面呢。对，就是以前一出门的时候就惯性就是右边，对，左边那边好像跟你无关，但你现在整个人生另外一个战场，你讲战场就是你另外一个生活的战场，其实你现在等于是就是往左边这样子。对，所以因为其实工作室的名字很有趣哈，就是 die， 然后业是就是就业的业。待业，所以一般人就是如果你不要知道那是一个英文词，你会写到说OK， 它是待业，这是你刻意取名的，对吧？是其实最早原因很单纯，就是它是一个谐音笑话。待业，对不对？你待业中这样。对，其实只是那时候以前大学的朋友大家都很爱讲谐音笑话，所以所以我就是很灵感，就是很自然的，就是蹦出这个名字，就蛮有趣的。然后我就做了一个 logo， 那我的 logo 上面就是 DYE 的英文，然后下面是接行业的业，中文的下半部合在一起，就念作待业。那其实我最早在我的介绍里面，我还会加一个注解，就是说这个我希望我做这件事也是鼓励大家去进入这个待业的状态，因为就是只有你真的辞职之后，你可能才会真的去正视你喜欢或想做的事情。对，有这个意涵，但我后来把它删掉，因为我觉得直接讲出来好像也不用这么的。我懂，对，没关系。有人问的时候，你再到大家分享，是用基本係講用英文的聲音是咪講？係講你繼續了解自己嘅夢想，來做埋事情，先到跳入辭退，先辭職，因為你辭職之後，你才有機會沉澱，然後再想說天哪，我待業耶，然後也許在這個中間重新去反芻，重新去想象你那個最想要追求，或是你最舒服的那個環境是什麼，好，對不對？好，不過那個是一個很高的境界，因為有時候現在台大也是。工作也是一個生計蠻重要的來源。對，好，還有當多嘅故事，就嚟到大家嘅歡迎，同大家先聊下，你等下陣怎麼講？东风昨天绕墙的待业改你狗工作需改负责人，对不对？然后接触蓝染6年，而且我觉得你的故事超特别，你竟然因为是当替代役，然后开始导览，然后才开始接触这一个，我觉得在大家眼里其实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艺术型的工作。我们上一段节目首段节目是广东，为什么要特别取这个工作室的名称？主义从良跟莫蒂斯黑，我觉得它多一点哲学的思考，我自己觉得，好，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辞掉工作之后，哇，好好的去想你到底要什么，因为老实说，每个人存在在这个社会的需求不同，存在的价值。各自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跟想象，可是我觉得待业这个很有趣，就是有时候你稍微放慢脚步想一想，更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有时候想了想做什么也不敢去做，那你就是去做的那个人，算吧。对。而且我觉得刚刚主持人说到说，就是有哲学性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就是被这样子，怎么讲，就是欣赏或是理解，我觉得是一件我蛮开心的事情，因为我觉得的确，因为对我来说这些作品它都是很物质的呈现，那其实以工艺来说，我觉得它很多是一些背后的怎么讲坚持嘛，对，或是你要选择什么原料怎么做法，那些其实都是外显上你可能没办法看到的或是理解的东西，所以真的是蛮。如果你没有认真去想，不就个杯子嘛？对吧？不过就一块布嘛，对不对？看起来是蓝色的，我觉得搞不好还是化学染料，对不对？可是其实不是，我觉得有时候每一件作品摆在那里，它其实背后很多投入，或者是很多的理念在里面是不太一样的。好，那我觉得是这样。你要不要特别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场的一个这些作品，你最想讲的是什么？对，通常我都会说，那个讲一下，那个讲一下。那我觉得今天让你来选择，你有没有第一个你真的很想说的？其实对我来说差不多，我说差不多不是都，因为对我来说这些东西就只像我找到的白纸，那有些是 A3， 有些 A4， 有些几开，那像这4个，那4个算杯垫吧？我现在会说杯垫，其实一开始糟糕，我好像说错了，没有杯垫，现在是当杯垫，可是一开始我会，这个也算是我做这个图案的最开始，那我最早其实不是为了做杯垫，而是我想要在这个方块里面做图案，因为我用的那个
染色方式主要是用夹染，就是2块木头一样的形状夹起来，那染液就进不去，就会得到一个留白的区块。你的意思是说2个木头中间1块布，对，然后夹住对齐，这算是一个技法。你可以就称为它为夹染。OK， 好，然后就会有出现你没有办法控制的留白，可以这样说吗？没有，这样算是有控制。有控制，因为我看它是圆的或者是正方形，是很对，就是我去切了这个圆形的木块这样。哦 ，OK， 好。那当初其实只是我会做这个尺寸，其实是因为我刚刚讲那个技法，它在这个尺寸下，它可以很大量、很快速的变化。因为假如我今天也要用夹的，也要做一个很大的一幅东西的话，那我的一来木块要很大，夹具可能要很多，也不一定会要夹得很干净，也没有很容易。所以当初只是很单纯想要在上面做图案的创作。那只是因为这个尺寸，后来大家会觉得很像杯垫，那我也有。对，大家会这样理解啊。失敬。不会，但我觉得是很正常的的看法，对啊。是，然后还有像那个杯子，对吗？那个。对，颜色好漂亮。这些是一些杯子，是一些我近期有时候会尝试的材质，因为蓝染它可以应用的范围就是天然的纤维。那常见的可能就是你知道的，像丝棉麻。对。那皮革也可以染，它是一种动物纤维。是我看到很多人会做围巾，对不对？对，披风。对，那些都是一些蛮常会染的物件啊。那木头它其实也是一种天然纤维，所以它也可以被染色。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它那个应该不会褪色或什么的吧？就还是对，其实还是会褪色，还是会。就是我觉得今天大家在理解蓝染的时候，就是前提就是它会褪色这点的，我觉得可能你要把它当做自然，没有，你可能要把它当做优势去欣赏。我觉得在蓝染上面才会比较怎么讲，正确嘛，就是因为假如你期待的是很坚固的话，那我觉得即便你是用化学染料，我也觉得它非常的合理。对，所以在看待的时候，可能要欣赏它会色落这个特色。对，那它虽然会褪色，可是它在植物染色里面，它又是相较比较坚固的。是，可以这样说。那还有呢？比如说像这个，它也是算是木头的染色的尝试，它是一个竹帘。对。那其实我现在染色的怎么讲？随着我越接触越久我是会觉得说，甚至是完全素的蓝色，我才觉得是最好的。素的蓝色就是都没有图案，像这样子，对，或是包含我穿的这个衣服，你下这件衣服，对，像是这个虽然有一点变化，可是它也不是很强、很视觉、很有张力的，它是一个蛮平静、很素净的一种感觉吧。我觉得今天听你这样介绍作品，就是跟你的理念真的是一致的，因为对你来说，其实你要追求的是最接近这个染料从植物变成一个作品的这个过程，跟它本身最原始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并不想要去追求的事情是它一定要怎么样的花俏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图案去怎么样去呈现。我觉得有时候你走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这样，这是你最喜欢的一个状态。因为它就是它最原始的样子，所以你看到的也是它最原始那个颜色的那个样子，对不对？它有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多么花俏的图案，或是大家会常常去，我不知道他们会去绑那个布，对，就是绑成各种不同的形状，然后让很多人去做那个体验 DIY 改细节羽毛，对，大家打扣了给世界杯写到，哇，这个颜色非常的怎么样，然后摆在身上或摆在家里的任何一个体风，我觉得这跟你的创作理念其实不太一致，对，像那种常见的绑的方式，对，因为我自己个人是我没有很爱缝东西或绑东西，这是一个原因。那再来，我也没那么喜欢就是太晕眩不能掌控的图案，所以我自己就是觉得这个方式很方便，而且它是一个夹染是很立即性的，因为它就是夹好你就去染，然后它就得到了，对。那我是蛮喜欢这种特点的，对。好，你家乡亲朋友们有发现吗？你今日访问大家工作区改创办人，这大家可以看一下，去走去一家念改这个上府字呢，其实最重要的，他其实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艺术作品，就是他那双手，你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样子，这样。你现在这个手，这个是因为你工作的关系，所以现在手是这样。
对吧？而且我你该不会来上节目的时候故意把它涂成这样吧？没有吧？没有，我这样说，我不是因为要上节目才特别，是因为我最近。应该说，我觉得手对于我这个用蓝染来做材料的人来说，我觉得是蛮特别的，因为它很明显的可以知道我最近的工作的勤奋程度。勤奋程度，那我看一下，给大家看看你指甲也是。哦，指甲会特别蓝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有钙。对你指甲特别蓝，你这样好像吸血鬼一样，给大家看一下。吸血鬼，它不是我特别去遮，是因为它蓝染的染料它就是会跟钙质结合特别强，所以可能。假设我最近都没有去染东西，那它皮肤的可能会慢慢掉。那我要举手发问，那为什么我访问这么多做蓝染的朋友，他手都没有这样？那他可能就是戴手套，他没那么喜欢啊。戴手套，或是那段时间比较没那么勤奋。如果依照你刚刚说的，不一定啊。有些人我知道，有些人可能真的是就是都会戴手套，但因为OK， 当然我会不戴，也不是说我就是想要这样子弄得很炫或是怎样，而是。在染色的时候有很多需要翻的动作，对，的确它没戴手套会比较方便一点点，因为它是布料是湿的，那它可能在水里面，或是它会粘在一起，那我们希望它都可以均匀的摊开或是接触。那我再问一个问题，那你现在手这样子是几乎每个1年365天都这样吗？几乎，我讲的不是深浅的问题，也没有就是有时候会稍微干净一点。因为现在它变得很酷它现在变成一个标示，就是我是一个，就是你看，通常走性上瘾要进手术房的时候，不是都会这样吗？对，你知道医生要开刀的时候，所以你现在就是只要说，大家好，我是戴业，好拜，我做就是蓝染，所以你以后可以这样。没有啦，我觉得很棒，很可爱啦。它的确成为某种开启话题的一个开启话题标识，一个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家互动的时候，就说你的手怎么会这样蓝蓝的？就先开始。或是可能我只是去买个东西，可能也许有时候会问一下，就说这是蓝色什么的。哦，好棒，好，那我再问一下，你是不是有一个你们是不是有一个活动是，比如说 Blue Tattoo， 是跟这个有关吗？还是？其实严格说也算是啦。你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是什么？对。就是你们是不是有一个 Blue Tattoo？ 之前有一个就是一个单位他请我去办工作坊，是。那他这个想法是他提出的，因为我一般我比较不会把这个当做活动内容，因为通常因为我这个手其实不是我今天想的说我要把手染很蓝，所以我去做的，其实只是单纯我工作的时候有一些时间在浸泡，所以得到的。那他们这个活动等于是说要比较刻意的去染手。所以就有一个活动，就是会在手上贴一些胶带去遮住它。我看到小朋友玩的蛮开心的，对不对？对，他就比较只是蛮体验型的一个活动啦。对，我是觉得是蛮有趣的。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一般 Andy 小改蓝染的时候，动手又 give 去把它最后做一个这个延伸活动的延伸，变成是一个跟手部有关的，对，像是染在手上一样。但我觉得这个也许有些人会觉得不妥因为蓝染它本身它还是一种碱度比较高的染液，所以你说一直泡在里面，你不能说它是一件好事啦。但是假如你只是沾染一下，没有说长时间，那倒是还好。是，对，好，所以这就是那个活动，对不对？对。你还有一个是无浊流的视觉什么展览的，对吗？就是后来那一段时间，那也是前阵子的一个单位邀请我去做的3幅作品的，那我就是选择就是比较大幅的挂布去呈现，他是希望这3个作品可以分别呈现无浊流3个作品，就是那个亚细亚孤儿、台湾连翘，还有还有个什么，等一下我忘了。等一下我们广告之后补给大家，你这样子一讲，我就觉得这当做三部。对。那我觉得那个刚好蛮有这个契机，我觉得是蛮好，因为我的确未来也会想要用那一种比较。做一些比较像是蓝染的视觉作品，对，那算是给我了一个尝试的机会，也让我看一下它的效果如何。哇，所以你看，伊家后生因做安用改工作去继续等于力量，有一个重组改再好改后门度地度，还有某个故事啦，大家来讲，你先聊下，等下再来讲。
番宇宙的绕墙头，你讲待业共走，需改重走，你连未提，你回去会叫妈妈看这一集吗？会啊，毕竟我跟他说我要来录影，就是应该说就算我没有跟他讲，他也许还是会去查一下。因为你都打电话问他，大家好怎么说？先考你啊，大家好怎么说？捍卫。台尬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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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妈妈昨天是这样教你的吧？对。妈妈昨天是教。连妈妈，你看一下，你错不你到底根本你没讲到动火，好不好？好，一半内篇内头两篇，你的请看一下淡烟很，因为大家讲有话快快说。什么叫有话快快说呢？就是说问了题目之后不能想很久，就是要赶快回答。因为我以往都会让人觉得想很久，想到没关系，我们等一下来计时。我那种想到了会人家会觉得我有要讲吗那种程度。那你平常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也是这样吗？对，就是别人说，我想问一下，你想要怎么样？然后就我就然后1秒让别人以为我没有要讲。对，然后3秒，所以应该要回答吗？我是觉得是这样。对啊，就是我还在想，就是，你觉得是因为你想的比较慢吗？是吧？是哈，就是好，没关系。那所以你今天要来挑战，又为大家搞，我尽量。好，提一提，我们刚才说到的无主流3步，第3步是什么？无花果，正确。没想到会考这个吧，对不对？好啦，认真。第一个题目，请推荐一下上勇赌信州在地的美食。好，那我讲店家名称可以吗？不行，你要讲食物名称。食物名称哦，可是我觉得新竹角我就讲米粉，感觉非常的无聊。好，没关系，你要讲店家名称可以，但你要讲他卖什么。好，可以。好，那我讲一下。我刚好算了，其实3秒钟之后才会回答。好，那我先讲阿港卤肉饭，那它就是卖卤肉饭，蛮好吃。然后还有一间冠城小吃店，嘿，老板应该很高兴，卖什么？就是也是卖小吃，可是它牛肉面蛮好吃。牛肉面好。然后还有一间桥下的小吃。那我会讲这么小众，是因为等一下，它是名字叫桥下，在桥下。因为它好像没有名字，但它就是一间。卖什么？也是卖那种卤肉饭或是一些干面。好，我们今天这一题得到最大的答案就是我们的连先生很喜欢吃卤肉饭，是不是？小吃卤肉饭啊？也倒不是，因为我觉得我讲这些店家重要的地方是在于，我觉得那个地方应该没有人会专门去问说有没有小吃店，因为它不是那样的观光的地方，可是它可能是在地是蛮重要的店家，我觉得。懂，我懂。对，在地的，不是观光客的，对吧？好，听一听，除了蓝染和陶作，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是会介绍我们的陶作品。平常的休闲的嗜好黑马改，打篮球。这回答很快因为这个就蛮明确的。OK， 或者是可能听音乐之类的。是，哇，这真的回到以前我念书的时候，你的兴趣是什么？打球、听音乐。以前都看电影，以前都会写打球、听音乐、看电影。好的，听说。对，你刚说听音乐，对不对？你是什么时候会听什么类型的音乐？近期都是听比较嘻哈的音乐。是嘻哈，那你有认识？你有喜欢的吗？对啊。像是蛋堡之类的。阿宽面。最近有听，可是也还不会到我说，比如你最喜欢谁，我可能不会说他，但我可能会说像蛋堡。OK。对。好，不好意思，阿宽面。拍谁？没有，他也蛮不错的。搞笑。好，所以你喜欢听嘻哈，跟你好不一样哦。蓝染，然后陶作手这样，然后听嘻哈。没有，我觉得很有关系，因为其实真的要比较深究嘻哈文化，我觉得讲求的是说他们会讲说你 real 不 real。那我觉得其实我做蓝染做到现在，我觉得真的要玩的其实也是这件事情。那你是会唱歌的人吗？可能顶多自己弹吉他。哇，所以那你会唱嘻哈吗？去 KTV 可能会唱，有几首。我都怕 Q 你唱歌。好，请问一下，你最害怕的东西是什么？最害怕？没关系，你可以说没有，没关系。暂时想不到，对。没有，你看我刚说昨天讲摸没有关系，你讲摸我还说哈没有。你怕不怕蛇？那应该怕。可是你只要我讲一个词的话，那可能应该不是我人生最怕，只有暂时好像没有这个。好，我讲一个，怕黑。有一点。你看，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哲学一点，人生来就怕黑。对，很没有，也是一个推理，有可能。好，再来用一种动物来形容自己。
应该是那种树懒还是什么类似的就是树懒，是不是？台尬还没树懒唱嘻哈，你知道这是很棒，因为其实我听的嘻哈音乐，因为嘻哈不是只有那种很快的，它也有抒情。对，所以我都常听一些也许比较偏爵士，或是比较想念字的那种类型。哇，很棒哎！哇，真的，你看大家对你的认识越来越多了，不是只是有蓝染这样，可能连那个妈妈都不知道。再来，最想要获得的超能力是？好像如果现在有一个阿拉丁神灯出来，就说：“哎呀，我要跟你这有愿望可以交换。”那一个愿望你会最希望的是什么？我已经改题目了。就是愿望，希望我可以就是变得很自律。哦，所以你很不自律吗？我自觉的啊，因为我就是自由工作者，所以其实有时候假如时间没有充分运用，或是我刚刚落掉或什么，其实一天结束会觉得很心虚，然后觉得没做到什么事情，然后有时候不小心陷入这种恶性循环，就会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完成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很常在提醒自己的事情。那蛮好的啊，我觉得至少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你就会去提醒自己，不要落入那个你自己那样的状态里面。因为也可以带到那个我学陶啦。对，因为我学陶太棒了，我们接着就来讲。因为我学陶是跟我舅舅学，他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已经蛮知名的陶艺家。那我之前去跟他学，他很常会偶尔会跟我讲，他就说，我在你这个年纪啊，就是很勤奋的，就是当他说我这句话，我是无可反驳，因为我知道他的确就是经历那样的规律周而复始去做，然后达到他的成就。那对我觉得我完全没办法去说什么。像有些人之前也问我说，你觉得这个新竹的这个什么环境啊、文创啊、鼓不鼓励之类，但我都不会有什么觉得不好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真的达到一个说我超级努力到不行，结果都还很差劲的结果。对，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达到那个。好，那你现阶段还开心吗？还 OK 啦。好，我觉得这很重要，对不对？好，因为你刚刚说跟舅舅学陶嘛，所以田中使用一改作品，像这个杯子，对不对？这个杯子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品。它是一个利用啊，就是我以前看过，我想拿一下这个杯子。可以啊，它其实是把它很多有一种釉呢，它表面会有那种裂痕。对，那个裂痕它专有名字就是叫做开片。打开来开一片两片的片，对，那它其实很单纯，它的确就是釉的一种裂痕，但它水不会漏出来。对，那这种杯子有时候像是你喝茶或喝咖啡喝很久，它可能会变深那个纹路。哦，真的吗？你是说里面还是外面？里外都会。哦，真的啊。所以其实它是在我杯子烧完之后，很单纯的物理的把染缸上表面会有一种泡状的色素，叫做清带。对。对，为什么？对，我就是要问，因为我才想说，为什么它中间可以有一圈，就是有一条带？因为我有把旁边遮住了，所以就是。那这就是你所谓的陶跟蓝染的结合是吗？是啦，对。应该说以前讲我没有做陶的时候，我不会特别想去试，因为会觉得蛮刻意的。可是当我后来有接触陶的时候，就觉得。那有这个材料我来试看看这样子。我觉得威弟真的很可爱哈，因为我跟他说啊，这个杯子好漂亮哦，真的好漂亮。他说真的吗？我觉得还好，就杯子。你觉得很漂亮是不是？好，你觉得很漂亮，那我很开心。不是，也不是那个意思啊，是可能我面对别人的恭维还比较不知道怎么应对。不知道怎么应对，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它超漂亮的，悍将哦。那我可能未来会继续发展，因为回答得很好。不是，我是说真的，因为陶，蓝染我做到现在，我觉得我是可以足以讲出一个说我怎么理解染，我怎么蓝染，我怎么认知。但是陶，我现在的确我还没办法，没有关系这样说，因为它的可控的因素真的太多了。没关系啊，我们就开始啊。对，怎么可能？你蓝染6年，对不对？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后还有一个舅舅可以咨询，对不对？好，节目主目改级分众哦，有没有什么近期的规划要跟大家来分享？近期的规划是我6月会在台北就是办一个自己的展览。太棒了！其实它是一件我觉得我一直要做，可是因为就像我刚刚讲，自我管理不彰，所以可能你就一直把事情推延，或是现在最近刚好接什么活动你就做什么，然后你
没有把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安排进去。刚才那个超能力，我就要把它弄出一个，我给题目是超能力，我把它弄出一个时间规划跟那个做的推统计 push 给改这个一个功能在这个身上就可以了。那我蛮需要的。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你来到这边跟我们分享你改冲走改力量，而且最重要的改还6月有一个展览，先预祝成功，好不好？届时我们在 Q 下去改变考应该展览啊，有嘛改新改作品找到来平到大家咧搞赛 sell， 好好咧讲一下，做得可以哈。可以，不好意思。好，聽你下咧，邀請你介鄉親朋友共下咧做認同了。校群福利類咧節目嘅鄉親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咧傾站哦，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兩個影片分享出去哦。